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访问乌克兰，当着罗西亚空袭，飞弹是碰着500多公尺外，5个人死亡。墨西哥43个学生失踪10年无消息，民众塞卡车弄总统府的车门要讨公道。NASA 培训太空人，一个少年的女性诺拉毕业，是头一个完成培训的阿拉伯的女太空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昨去访问乌克兰，去敖德萨港口的时阵是当着罗西亚空袭，这飞弹是碰到现场500多公尺外基础设施，造成5个人死亡。加在这希腊总理甲乌克兰的总统拢无代志。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行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两个人握手拥抱了后，开始当时的港口参观行程。为解说内底，米佐塔基斯了解敖德萨港口对乌克兰出口货物的重要性，嘛看到现场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的迫害。在伫个伤兵要离开现场时阵，当地所发生乌军空袭。米佐塔基斯表示，双方当时拢无时间去避难所。Έχει υποστεί αυτή η κρίσιμη υποδομή όταν ακούσαμε κάποιες σιρήνες και λίγο μετά καθώς μπαίναμε στα αυτοκίνητά μας ακούσαμε και μια μεγάλη έκρηξη και νομίζω ότι αυτό για εμάς είναι η καλύτερη, η ζωντανότερη υπενθύμηση ότι εδώ γίνεται πραγματικός πόλεμος κάθε μέρα. 当时飞弹落来所在，就伫距离双方车队差不多500公尺以外，真危险。好在两个人拢无受伤，不过这个袭击嘛造成5个人死亡，还有真侪人受伤。俄国国防部讲，这是对港口的基地发动攻击，认为乌克兰伫遮准备无人的快艇，提供予武装部队作战使用。对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伫社群媒体 X 发文谴责俄军伫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的期间发动针对敖德萨的BP袭击，嘛互米佐塔基斯搁一摆承诺，希腊甲乌克兰共心。Και η παρουσία μου εδώ αντανακλά, πιστεύω, τον σεβασμό όλου του ελεύθερου κόσμου προς τον ηρωικό λαό σας. Και ταυτόχρονα υπογραμμίζει την δέσμευση της πατρίδος μου της Ελλάδος να παραμείνει στο πλευρό σας.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讲，敖德萨受到袭击，会当明显看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紧急性。嘛，搁一摆提醒各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无停止。北京有关会努力化解共和党阻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的难题。搁一摆呼吁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采取行动，赶紧通过乌克兰的援助案。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墨西哥10年前有43个学生去参加示威，半中路强北去，到达游园失踪。上到一阵民众是塞卡车弄破总统府的车门，要讨公道，要求政府要继续查。另外，这哥伦比亚嘛有大批民众行街路抗议政府无能治安败坏。抗议民众一摆三驶偷摕来白色公务车，倒退路直直向总统府入口冲过去。最后，把7400年的车门弄破去。迄阵，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当日府内召开记者会，警方赶紧用催泪甲水赶走要撞入去的民人，事件则无扩大。民众会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是因为10年前43个学生离奇失踪案，到今也拢找无。因手提学生囡仔相片，伫现场示威，要求当局定性调查。Exigimos respuesta hacia los padres de familia, porque lo único que estamos pidiendo es que se retomen las líneas de investigación, que se continúen haciendo los esfuerzos institucionales para saber qué pasó con nuestros 43 compañeros. 这43个学生伫2014年按南部坐马术，要去墨西哥市参加示威活动的半路，互绑票。调查指出讲，案件牵涉贩毒集团勾结贪污的警察。2022年，政府成立真相委员会，把案件定位是国家的犯罪，认为军方有责任。不过案情细节一直无公布。当地开记者会，奥布拉多承诺讲会继续进行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拜三嘛有侪民众上街头抗议政府贪污无能，改革一直无法度实现，治安嘛是愈来愈歹。La
realidad de Colombia es esta, que no estamos conformes con ese gobierno corrupto. El hombre prometió un cambio y engañó a todos los colombianos. 2022年上台的左派总统佩迪罗，佮承诺讲要结束散车佮无平等，也毋过所提出来包括医疗、退休金、劳工制度佮教育的改革方案，互反对派来抵制，也徛伫国会内底。自从去年4月染新的执政联盟四散了后，佩迪罗伫国会就失去多数，嘛，改革方案要通过增加变数。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 除了中南美洲，咱的友邦海地即阵嘛当咧乱，发生动乱是已经咧变2礼拜也无收煞的办势。海地上大的问题就是这乌道上过苍手，政府无在调压。亲像伫咧首都太子港绑票枪杀，拢是逐工咧发生的代志。民众就怨叹讲，因秘书已经去互政府绑杀。一个查甫人当伤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因某伫边仔哀哭。 警察来到现场了，开枪要赶离群众，场面煞变甲搁较乱。这是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平常事件。着枪的人是警察甲土匪开枪的时阵，扫着枪支马。警察抓着3个涉嫌绑票一个卡车司机的查甫人。伫海地，无论你是甚物身份，好野善，拢有可能是真警察下手的目标。 We didn't used to hear shootings around here. It was normally downtown. Today, it's everywhere. 卡油恐吓绑票是海地黑社会接应的暴力手段。2002年前总统莫伊斯封刺杀了后，帮派搁较苍手，即摆已经掌控首都8成的地区。海地警方嘛毋是拢无作为，伊嘛想要来阻止乌道。The residents here are desperate. The area has been occupied for some time by armed men, civilians. We're here to put them out of their misery. 警方走去帮派地盘，想要甲因赶走。 不过，乌道同款有强大的武力，虽然是经过特训的特警，若是无细致，嘛有可能会死亡。警方最后只好撤退。随上太子港伫连续几日的大规模动乱进程，治安就已经真歹。逐工因为帮派车拼死去的人超过13个。 车拼主因是因为抢地盘，地盘愈大就会当抢啊较侪人，摕到较侪钱。 We were ready to die. That's all we've got in this country.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who haven't left Haiti yet are like us. They take up arms. 这个乌道会挑工伫网络公开因抢来钱财，招少年人加入，帮派地盘拢密密麻麻，规四季拢是抢尽盗血的伤痕，无法度对抗乌道的民众，敢会当选择离开。 联合国统计，今年以来，海地全国已经有超过30万人有路无厝。另外，帮派向政府宣战，呛讲要推翻总理行李了，恐惊状况是愈来愈紧张。We're thirsty, we're hungry, we're being shot at, we're in need. The country's finished. 不过，想要走是要走去倒位？海地大规模动乱了后，隔壁国多名人家都表现讲，为伫境内设置海地的难民营，找来国派的武装部队。 固守边境，海地帮派是愈来愈强硬。警告讲要来发动内战，嘛要强迫压力海外的行李落台。海地动乱，唔知要到第时。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匈牙利的总统苏尤克正式签法案，完成瑞典加入北约的上尾一项手续。瑞典将做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民众爱国消费，苹果 iPhone 今年伫咧中国销售量减少24%，手机销量的前3名拢是中国的国产品牌。 英国《Times》报道，美国影星亚历鲍德温2021年咧拍电影时阵，是开枪失手杀死一个摄影指导。伊当中负责管理道具的工作人员，今日去控判过失杀人罪。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德国一个62岁查甫人，伊是家己买新冠疫苗注217筒，在医疗团队甲检查了后，竟然发现伊的身体拢无任何副作用。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一个捌伫咧 Google 食头路的中国籍工程师，伊是涉嫌偷摕 Google 的 AI 技术。美国司法部是以偷摕商业机密甲起诉。美国前总统 Trump 伫咧共和党内总统初选唯一的对手，就是美国前驻联合国的代表海莉。不过，昨超级拜二，海莉是干那赢一州，所以讲正式宣布退选。不过，伊嘛无表示讲要挺 Trump。
I am filled with the gratitude for the outpouring of support we've received from all across our great country. But the time has now come to suspend my campaign. 超过礼拜25州的初选，敢若赢佛尔蒙特州，国家联邦最高法院进前撤回科罗拉多州的判决，裁定前总统川普有初选资格。本来坚持要参选到底的海莉，切人伫南卡州的查尔斯顿宣布退选，不过伊并无表明要挺川普。It is now up to Donald Trump to earn the votes of those in our party and beyond it who did not support him. And I hope he does that. 要帮助海莉赢华府甲佛蒙特两地初选，一定由温和派高教育程度高区居民所组成的共和党选民，即嘛是川普甲拜登争取的重点。拜登甲海莉祝贺，并直接甲伊的支持者话讲，双方有真侪共同点。川普是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表文章，用得甲笑的口气口说海莉，互人用破纪录的方式彻底打败。啊，佮讲，伊主要的竞选经费拢是极左派的民主党所贡献的。最后，伊则呼吁海莉的支持者爱团结起来加支持。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unfortunate just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general. President Trump, although he was a president, I think Nikki Haley shows a lot of qualities of loyalty and trust. 专家指出，海莉的支持民众主要分作3个类型，绝对无支持川普、独立派，也甲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因真侪人拢知影海莉无赢初选的希望，不过也是甲票投予伊。这类型的选民都是民主党抢攻的焦点之一。以北卡罗来纳州海莉的选民来讲，敢若20%的人表示，无论最后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是谁，因也是目睭刻刻拢会甲投落去。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美国 NASA 按算在太空人就月球南极，虽然上紧是2026年才会出发，不过是早就在培训太空人啊。头一批太空人已经毕业，这其中就包含一个少年的女性诺拉，伊是美国 NASA 头一个完成培训的阿拉伯的女太空人。不过，伫咧诺拉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阿拉伯的女性巴纳威就太空，伊是去年5月在 SpaceX 的火箭升空的，伊是做私人的科学任务。甲共机成员同齐行至典礼现场，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诺拉顺利完成太空人培训。2021年，伊打败4300名竞争者，获选阿联酋太空总署太空人，进入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受训。经过3年的努力，31岁诺拉唔那加做第一位来自 NASA 培训计划计划的阿拉伯女性，也有机会参与阿提米斯登月计划。I want humanity to go back to the moon, and I want humanity to go further beyond the moon. And I want to be part of that journey. 诺拉自细汉就对太空真有兴趣，5-6岁的时阵，就立志要踏入月球。伊自机械工程系毕业了后，就进入阿联酋国家石油建设公司担任工程师。后来通过太空人选拔，在 NASA 为期30礼拜课程中，伊秉持热忱甲坚持努力的态度，完成包括太空漫步等专业训练，连动漫同学也对伊真懊恼。The training was tough. I'm really proud of her that she finished all the training with us as one team. That's a really powerful message for all Emirati women. 事实上，伫诺拉进前就已经有阿拉伯女性家己私人航太公司执行任务。NASA 是设计特殊的太空人头巾，尊重诺拉的宗教信仰，协助伊顺利完成培训。真受大家注意的阿提米斯3号任务有计伫2026年9月执行，到时阵会有第一位女性甲优秀人奖太空人踏上月球南极。公司新闻刘干编译。真侪人拢有就月球的梦想，不过假使真正就月球了，是要住咧地？法国有一间新创公司，就研发出小型的太空舱，是咧住伫咧月球的表面要用的。最近伫咧阿尔卑斯山地热雾的环境咧测试。目标是2030年参与太空任务。法国阿尔卑斯关山区白色冰封的度假胜地地热湖，加做露天的登月实验室，白色小型太空舱 Eurohab 舱门豆豆拍开，太空人行落地面进行土壤采样，启动太阳能，甚至甲合作伙伴创造冰湖，测试水下监测设备。这是法国一间新创公司，在为登月任务设计太空基座舱原型进行极端环境测试。Oui, en fait, donc il s'agit d'une simulation d'une mission sur la Lune.
Pour Kuatine, il y a plusieurs éléments qui sont intéressants. Déjà, en termes de géologie, on se trouve un peu dans une sorte de cratère, donc ça c'est assez intéressant. On a cherché aussi un environnement un peu extrême. 这太空舱原型直径差不多4公尺，目前只有部分功能会运作。这是第一摆实验室以外极端环境测试，不过业者真有企图心，希望2030年对万事交船开始执行任务。届时阵也对火箭到底上太空，远端遥控，到底降落伫月球表面，等太空人到位。业者讲，伊的功能就亲像8次风进前，各路人马先来的大本营，互太空人伫这中转基地整顿准备，迎接更较侪挑战。C'est petit, mais ça peut servir comme une sorte de base avancée sur la Lune de manière robotique. Il n'y a personne à bord, il attend. Et une fois quand les astronautes ils arrivent, ils peuvent aller beaucoup plus loin parce que si jamais il y a un problème, il y a Europe dans lequel ils peuvent se réfugier. 这项计划得到澳洲太空总署的支持，司机也拄到美国太空总署重启阿特米斯登月计划，业者希望这在未来重要登月行动当中有伊的地位。Quelques années, on va voir des Américains marcher sur la Lune, suivis par des Chinois. Actuellement, il y a un robot indien sur la Lune et en fait, la question se pose quelle est la contribution européenne sur ces missions. Nous, on pense, bien évidemment, c'est très important que l'Europe joue un rôle important là-dedans. Et avec cet habitat, ça peut être une contribution complémentaire. C'est-à-dire, on n'essaye pas de refaire SpaceX ou de refaire quelque chose que la NASA a déjà. Eurohelp 是提供太空人休困、实验研究的所在，未来可能发展做服务形态，不一定要背后特定机构。就亲像马斯克的 SpaceX 补给火箭，为 NASA 提供太空运输服务。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后面哥白尼气候变迁小组发布新报告。讲这2月份大海表面的平均温度是达到21.06度，是这45年来上介高的。哥白尼气候变迁小组简称 C3S 是欧盟哥白尼计划所属的6个工作小组之一。欧盟为2003年开始推展哥白尼计划，主要是透过扫冰系列卫星的遥测技术，详细观测和记录地球的土地利用、海洋变化甲温度这资料。C3S 的研究发现，因为2024年2月是连续第9个月全球的月均温创纪录，连带影响海洋的水温持续升高。Every month since June 2023 has set a new monthly temperature record, and 2023 was by far the hottest year on record. El Niño has contributed to these temperatures, but heat-trapping greenhouse gases are unequivocally the main culprit. There are direct impact on the marine ecosystem, on fisheries, on all that is related to life in the oceans. But then there are also impact on the climate, the impact on the atmosphere, impact on all the processes that have a connection more or less direct with the ocean. 气象专家指出，海水的温度持续升高，一定会影响海洋生态。路透社报道指出，南半球会出现有史以来第4届，也是上严重大规模漩涡变化。除了海洋生物的生存面临危机，咱人嘛无法度无代志。If we're seeing average temperatures being higher, then we expect to see the temperatures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locally being potentially higher and record-breaking as well, and that raises significant concerns about human health.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迁小组调查范围是为北纬60度至南纬60度中央的海洋，所以并无包含北极甲南极四周围的海域。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气候变迁上接发生的天灾就是做大水。孟加拉当年的雨季灾情拢真严重，因的居民都要放弃家园逃难。所以讲，即阵有一个孟加拉的设计师，因是设计一款2层楼高的竹仔厝，这种厝是真好租汉嘛真轻。所以讲，若是淹水的时阵，居民唔来当搬去2楼大，咪当赶紧拆厝搬去别位。当年若到6月至9月的雨季，孟加拉就会开始落大雨、淹大水，尤其是往河边的地区，淹水应该是更较严重。虽然对真侪孟加拉人来讲，这已经是真事常的代志，但是还是会感觉真无奈，
因为若是一淹水，就爱走去其他所在避难，等到水退啊，搁倒转来，原来的厝毋是害甲哩哩落落，就是厝内物件拢去互偷摕了了。毋过自从即种จาก细间仔2层楼的竹仔厝出现了后，这住伫河边的民众，这世人总算是头一摆伫雨季的时，毋免搁离开家己的厝去避难。তাও আমরা এই ঘরের ভিতরে এক বুক পানি যদি লয় তাও আমরা এই ঘরের যদি এতটুকু পানি হয় তাও আমরা এই ঘরের ভিতরে থাকতে পারবো কি বেরে দোতলা সিস্টেম করে দিছে থাকার জন্য আমাদের বন্যা এলাকায় থাকার জন্য অনেক সুবিধাজনক করে দিছে设计出这种细间竹仔厝的人是宾加拉非常出名的建筑师 Marina Tabassum。伊的作品伫国际上得过真侪大奖，即马伊透过家己的专业来替民众解决问题。伊所设计真坚固的钢铁榫头，只要将竹仔管插入去，就会当组合成一间厝。因为组合的方法真简单，竹仔管佫真轻。万一若是因为淹水土拢流失去，无法度佫住伫共一个所在，居民嘛会当将家己的厝规个拆掉，刷去其他所在。It's a knockdown system, so it can be assembled, disassembled very easily. It's a mobile modular system, so that's why it can be moved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这种细间竹仔厝建材拢真俗，一间干那需要开450块美金，差不多台票14000块就有够啊。根据德国非营利环保组织 German Watch 的研究，孟加拉是全世界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上大的7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建筑师 Marina Tabassum 讲，伊希望这种适应性真强的竹仔厝，会当帮助孟加拉的居民减少极端气候所带来的灾害。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